係啊，各位聽，哎呀，張，哎呀，是頂一禮拜是未記講清明，我頂一禮拜是清明嘛。OK， 感謝啊，讓收聽啊，變得好見嘅節目。這禮拜咱有牛靈芝加妹阿龍嚟甲咱拍口。你知啦，我這兩個節目係是叫人名，你是無叫人知名，還是叫人嘅掛號，叫人化名。啊，即講人講化名啦，嗬。我叫話叫化名咯，化名叫化名。然後這禮拜啦，成日講咱特嚟聽，就咱咪隨看咱頂到有幾那裡啊，特別嘅邊嘅無相伊畫面，個啦頭一個咪是 KE 咯，然後第二個咪是啊小紅咯，小紅真久無來啊，小林路啊死人無應知，然後然後是個一個然後個傻虎咯，我想起個傻虎，然後個阿生咯，然後個一個啊。Kata bulu kata bulu 咯，kata bulu 立場咯，一個隻菜龜咧，一同佢隻咧，一個隻咧，然後博士真係阿龍啊，頂早我叫唔掉，我叫阿龍嘅，而家唔係阿龍，是個阿龍。係咪講啊？有話就講，有使就知啊。有話就講阿 John 啊，你畫面是係咪？咪咕咯，咪咕，你有過係咪畫面啊？哦，我有咪畫面啊，是正咯叫。時政啊，個咧，แล้ว按咗叫做時政呢？未使講，未使講嘅啦，未使講，其實我正名，我咪正名想時政啦，可能。我感覺掉變靚人個咧有一個畫面咋，嚇少，你變靚人就屬個學人畫面本嚟咋。我是見學人畫面啦，我看你講我先生畫面，講個超過不到頂。OK，嚟，你嘅畫面是咩咧？古靈芝，你古靈芝是咪頭一刀啊？是有人學你過嘅？有人叫我牛靈鬼嘅知道啊，嚇，牛靈芝咧，大杯啊，大杯啊，希望人叫我大杯本啊，明顯啦，十幾歲時人叫我大杯11歲時，人叫我大杯鏡咯，大杯鏡人叫大杯鏡，人叫我大杯角嘅，是啊，我 review 我名點解？人叫我角機咯，角機啊，就是咧。你名差唔多像啊！你字名差唔多。我知，我middle name 是角嘛。哦，是啊。誒角哦，角嘅嗰時阿毛們是叫做角啊。你個一個咯，我朋友就是大正叫我角嘅咯。嗰隻阿毛角人菜嘛。角嘛是叫，那學嘅話是上家學嘅話是叫做咩？叫啊。懶覺，是你媽未使聽啊？你句你媽未使聽啊？唔是自擺啦，自擺是卜卜。我知，我明了咯。哦，你知懶覺同咕咕蕉分別是係咩啊？係唔知啊？唔知。咕咕蕉呢是 for 12歲以下嘅，懶蕉是什麼嘅懶蕉 ？Oh my god！我唔知喎。是啊，都係 update。嚟，即是咧，要係你把你個學掉，即係藍椒加咕咕椒誒一部相，即係有毛這部毛。啊老嘅是綠毛叫咪，嗰個叫咕咕椒都點啊？老椒，老椒。厲害啊！定住我講，我自會隨我隨一個人教我講啊，即係我冇做過，我直接落嚟，我想要做一出戲是叫講策劃嘅。等我 analyse 上個了啊，叫人去驗啊，安怎講係驗 analyse 叫驗啊，咱去嚇，咱去驗啊，咱去驗咧，特句咧策劃，咱講冇上，咱就借嘛，我可能都冇咩曉就借你啊。我係食搞到淡薄骨。係你使教啊！特別賣即係你快啦賣廣告，即係咱老去把隻炒講策劃時間講，咱把隻若是啷個會聽，總是要聽講我研究，我研究策劃時你問未記都係聽，我唔知幾時要放，唔知幾時要落，所以你特禮拜就要聽，我諗邊嚟學見你聽之後，我講聽我邊嚟學見你聽，將人係我較濟個 online podcast 咯。感謝啷個會去教我推銷，啷是唔是去80萬啷咪俾我 CD， 歡喜啦！咱把只，咱係那是咯，我就講啊嘛，就是直覺會聽，就是被驚背我係 CD 咧，後你使燒咗 CD，一係80萬啷咪嚟啷背啊，累彈呢個嘅燒。其實來邊嚟學嘅呢，節目就嚟聽一啲
那時落起來，那時一出戲我看落幾啊個，我看一出就是講要落上，唔是 MP3 啦，要落做 CD 啦，一地使看攞出戲都唔知落去搞嗬，哎喲 VCD 啊，別個。一都要看，我看都要買10地，不10地，3地10塊啦邊呢？然後一集啦，一塊啦，一塊啦，讓家己去買啊，買啊，累收起來，等陣時間請我食。你阿龍有幾下咪畫面阿龍？我畫面就少呢喎。明嘅事，我有影就。你頂到到啲，我等時得只隻畫面啊嘛。但係我哋我對成嘅，我家冇咩愛尋人嘅，所以我冇咩畫面啊。你怪癖咯。我哋這邊咧，怪癖。我哋只有一個加奇怪嘅冇畫面啦。因為我係會嘛嗬，我係會嘛。然後咧嗬，我這邊有我哋真係好正練嘅功夫嘅朋友，有時廣東人嘅功夫嘅人嘅功夫。本地中國人係特別有時講烏嚟啦，後來我平時是講烏話，後來因邊有讀你話名 OOI 嘛，佢裏邊咧人有讀嘛，愛嘅叫愛。後來我咪解講我名咪是煨番薯嘅煨咯，就是去殺喺你份煮，佢哋煨嘅鹽咯，後來就對得讀啦，所以有人就叫啊煨番薯叫我咯。哦，煨番薯叫你煨番薯，等陣我學錄下。唔係你講咧，你驚。誒，那 Australia 人，阿咪笑，阿咪 Australia 係嗎？阿咪 Australia 先啊，小嘢哦。我聽講就是個聽 sound effect 嘛。我你講咩？阿龍都妹未開啊，龍。我妹未開唔使，我做兩天啦，妹未開唔使。我同你講啦，阿 John 嗬，你就係話做嘢嘛？啲邊一個位置啊？我今日做嘢嘛。係啦，你話我做嘢嗰陣，有一刀我做，喺戲裏面咧嗬，是冇妹冇藤牙嘅，就特別我哋俾解釋個澳門要同啱，人講做嘅戲是一種嘅手法嚟嘛，你明白我意思嘛？時候對，係啦，我咪做了，係啦，我咪叫開門啦，我成啲大去做條戲啊，就係丟人嘅啫。係啦，我有時安排我咧，可去開門點先自己單聲喺度，人叫我自己夠單啲。來做，冇當佢。係啦，喺你單聲咧，可有一刀我嚇條人喺度，人佢個渣佢人戲整咧可，我有一刀啲一間嘅小屋去接我嘅戲，未出未講嘅。個啦，阿偉去公演個嘛，我嘛啲自己小學會去練咯，排練嘛，然後排練嘅時候咧，嗬，有一個查某，伊是未驚死 pretend 開門嘅啫，一開門咧，嗬，伊咪嚴嘛，係啦，有隻無門嘛，迄個門是正大個位嘛，係啦，我坐呢邊啊，等住我戲嘛，我未出來個嘛，係啦，一開門嗰時候，冇人 expect 到冇人時候對咗，伊就開門喺我度。佢條只係應該我搞，我未上嘅11點幾嗰度，我打你微信，我跟他說，打得真係唔好意思。所以突然間我做完嘅時候，我就啲大頂滾，係啦，啲人講話事，我見就整咗，自己開門都啲人知喎。我驚想了喂。你可以做咩聲個？你可以做咩聲個？未有啦，我係做搞嘅聲個咯。做搞嘅聲啊？try 下。我講哦，這個是誰講拍嘅搞啊？你講。等我看 dog 係 Foley dog， 我嗱這是我做你聽看係啊，我叫開門。特別驚。啊，你聽到咩？你未聽到啊？未。係啊。誒，你未聽到咩？聽到你嘅 keyboard 嘅聲啊！嗰時你。當然你冇聽到啊！當然我係你，等我開看。即係啊 ，animal 聲嚇 ，animal 聲，有聽到？冇啊！冇。哦，未記開 ，sorry。誒，
冇嘛，有嘛有開嘛，我冇聽到狗聲嗚嗚冇叫咩？冇，阿龍叫你聽到？喲驚！哎乜嘢呦，咧？你聽到？冇特別阿俊我聽到你邊一條查某講話啫？是哦，咪是聽到查某講話， Hello，唔知啊你講話咧，啊！我，你問下我嚇？冇啦，真嘅我聽到人估啊你查某啲講話，我聽到你係估啊！係咩？我就是特別我開掉呢個冇誒，我成日碌開咗電視機哦，哦哦，是。我綁掉，等你咪。哎呦，是。開咗電視機啫。你聽到槍咧啊？冇聽到電視機有查某講話呢，係電視機咧咩？上次唔是電視機嚟啫。唔知呀，我咪啊！超級白問下啊哈，我就衰。真呢，真呢。你講咪講 repeat 佢嘛？我又冇叫我近聽到按他的聲咯。嚇，冇啊，我冇聽到啊！哎呦慘了，你時運低啊！我操你嘅時運低啊！你超級白。我當佢炸機啊，落下面阿妹啊，佢直接喊住嘴。我就冇見啊，炸機冇鬼咩？炸機佢嚟㗎，冇嚟見。誒，真係聽到落嗰一聲啊！冇。啊，真冇聽到嚇，我係唔記得好急然後咪亂這啲聲音然後咧，佢電腦變靚可見 podcast 嘅聽眾啲一啲單調啦。一時 serious 就講我老嘅啷掛。誒，咱講畫面講緊真係，哎呦，所以講佢會做狗。做狗嚟就你講做雞先。嗱，唔使古靈芝點樣做古嘅聲嚟聽啊？啊，古靈芝做古先。太啱啦，這個未使做，我做嘅嘢。做嘢啦，講咩講畫面咩？啊，講畫面嚟講，我至少觀眾係稍微 fat 兩條，你當我聽到古聲有啊？我蛋我們做啊，我們做，他媽是。是咩？係咯，個名係小該拍生都冇去 Disneyland 呀喂！誒，我真係小未見啲事咧做工嘅，真係小誒。等聽下，當然聽到。冇算嘢啦，冇乜聲。哎呀，仲有見啊！當然咩？咪逼個逼個安尼響啦。你聽到古聲，他媽？冇。哎呀，我真係線呢，我至少特別人家少落掉啦，攏冇聽到咩？冇，可能落掉個。哦，maybe 我別記我咪係得事你看，我的是變咗是 line in。Oh no wonder internal microphone, god damn it！嗱，當然嚟聽到古聲。聽到未？聽到。但係 crash 數啦，crash 數一別記 reset 四兩邊。特別話見人聽到只，安尼個可能別聽到個咧聲，所以人聽只 box 嗰邊呢嗰邊呢 boring。睇嚟講畫面都對嚟。嚟，地理辣力阿崩。係咪阿崩？但係咱個辦緊嘅事啊，係你諗講話好笑就即係嗰度拍照，嗱成個 conference。有，特媽有咯，特媽都是做咧，唔會先，還是我做這些。我個就嚟住啦。嚇，OK 嚟。按照成呢，你做咩你自諗拍照都亂潮嘅啊？等陣我吹下先。啊，啊，之類。嚟 OK 嚟啦嚇。阿 John，我叫佢妹啦。嚇，開。我叫佢妹啊！我叫佢妹咗，我炸叫佢妹咗。佢我全超個企，我佢妹啦。冇講就好啦，就補咯。咁笑，吉會咁笑，哎呀！即係佢哋 concert 啦。咁笑，快啲。即係咁啦，佢哋啊，即係嗰啲 plaza 人家攞咁多拍照啊，啫。各位聽眾歡迎嚟往邊拎學人做個帶。嚟講畫面時，嚟講畫面啊，但係你講係咪落地阿崩？辣力阿崩。落地阿崩就係。我佢真係我搞一朵把海本嚟嘛。啊。and 是死啊！你話表哥聽嘛計？我是
伊個咧 enables 有一個畫面伊好嘅嘛，啊咧樓頂係叫嗰大 flat 樓頂係叫嗱你就話，誒咪叫嗱你阿崩咯。Hello， 嚇講 sorry 同啊，好笑啊喂！我冇聽到，我冇聽到，我冇叫我 headphone 出來調啫，sorry 講句，講句，你講你樓頂嘅樓二，樓頂個咪人大咪我冇聽到。伊樓頂有一叫查某，伊有落嚟查某，哦，嚟就我驚哦，你叫做落粒阿崩啊，咱冇叫落地咧。阿崩是水地嘛？冇地呢是大漢呢變地啊，古則細係變粒嘅嘛。哦，細粒大漢那邊大，哇，真厲害！你知啊，這古靈精啊！你個係隻半，你係抄我嘅那個半12歲，12歲大漢加細漢咧，有毛無毛嘅喎。哦 ，thank you。你個半啊，一個阿崩個水地個水粒嘅啦。阿崩水地水粒。細漢時叫做鬼果子啊。資料那是資料。啊，八歲叫鬼，八歲是叫鬼甲八。鬼打冧啊咯，是變做。鬼頂冇切咧，鬼打冧。跟車冇是成個字咪叫鬼打冧。直嘔啦，直嘔。有錯。錯唔要緊啊，就是呢福建邊啲福建 podcast 呢咯。I come 都講係嘛？個木瓜鈴咯。木瓜鈴係我直接我係直接等，直接看你同你講。呢個木瓜鈴啊，木瓜鈴。我人成成隻教學畫面，我真教學畫面，即係古靈精都教學人畫面，還是即係自己聽到嘅。我有學本都學朋友名啊，雞皮鈴咯。講個咩古靈，講咩古靈木瓜鈴嚇。啊，個有一個是雞皮鈴咯，我自己學雞皮鈴。雞皮鈴啊？即係是雞皮鈴嘅。有一個朋友哦，伊12歲伊打波嚟嘛，伊有年菇嘅喎。咩年菇？年菇啦。年菇什麼意思？哦，嚇了。零啊，即係查某，你看就每做咩拎你多？你講我咪講我食 KFC 太謝啊。誒，做 KFC 跟拎有關係啊？整個是有嘅咯，荷爾蒙佢唔知。哦，係啦，maybe 我不有誒。啊，有喎。我是背嘅時候我是。啊，背冇上啊。聽講成時食雞鴨毛卷無好嘅。食雞鴨毛卷啊？就是平時雞鴨毛卷是鴨毛卷，真係食。而家想講拍醬係拍後門內鴨毛卷嚟。我唔知啦，就聽講是對大把無好嘅，唔知咩事啊。我冇去研究嘅。哦，特別上我咧，我只上自己耳啲無好打啊。唔知啊，可能你食一遍零胖焦叫個。焦無叫特別零胖嘅。我個就係天光，個無焦，個就焦無叫。焦本胖啊 ！Oh my god, too much information！ 你 TMI 啊，你時嚇你一個講咩畫面一個講，除咗你幾配令，但係你冇講你一個木瓜令。個膠囊也杯啊！啊咩？膠囊也杯。膠囊也杯係咩？有一個查某，伊是大膠囊也入邊一杯嘛，膠囊結伊嘛。到底在哪裡？膠囊也入邊，你在你 temple 入邊咯。哦，唔知我得一間是膠囊也temple。你batu即係你 botanical garden 那邊嘅。Butterworth 入邊有一間嘛？哦，你讀北海啊？我唔是讀北海啦，我讀 Police actually。哦，你唔是檳城人啊？我差不多是檳城人，我知我個個讀檳城嘅嘛。哦，特別讀 Police 本嚟講有講成學嘅話本差唔多像嘅嚇。像嘅，我頭咗個了像嘅。即係小蘭就送喺丹尼，咪係差唔多像多啲之類。你嘅朋友教我負責到啲老師全部是講學嘅話。到啲到位。你嘅朋友啊，嗱人誒做戲嘅朋友，伊真出名嘅導演咧，伊咪是 Police 人咧，伊咪是講學嘅話。啊是咩？我唔知啊。是咩？叫咩名？未使可以就係買可以就係阿冇嘢就買可以就係買，即係 email 死啊！計你死啊！聽到問計搞乜講。
即世界就係我講聽我隨到只朋友啊，頂住有一間我聽講講啊你啊講嗰代你講國你啊，即係你有時我就係講啊，啊你梅話講話講你講我爸個我媽應該攞厝人俾厝呀，我仔我媽講媽講嘅樣仔是最最，哇解，仔是最最啊！我記定嗰嚟揾出80個，我記啲歌。嚇好咧，當然個後面啊，等我講條木怪。但我都冇講做咩事叫木瓜鈴喎，直接叫木瓜鈴。本時我 auntie neighbor 晒咯。你鈴就老呀？是啊，等哦，計計呢，等到伊迄裡面大仔啊邊啫計計。你就話馬講，我安尼誇張啦，小個人叫大仔咩？有啦，有啦，講聽，我講聽，你看，有人頂到時有無情迄個 Victoria's Secret 嘅嘛？喺裡面衫嘛，一冇體驗咗嘛。你喺領導嘅時候，一大隻呢一穿嘅你裡面衫是一成穿咗零衫嚟嘛，裡面啲嗰扎人，你是伊咪是那零那曉咪是曉嘅駱駝卡咯。Gravity，我時我講聽我媽講唔係告訴我聽，頂到我叫我識時候，我媽就講，因為你到啲中國嘅時候，伊講伊。即是講笑嚟啦！而家到中國時，有隻濟人是原來伊無因為嗰條煮菜嗰條國鏡後尾嘛，所以咪是夾地上摸，然後咧白到伊鏡到啲後尾夾隻位都在等於人包掉，然後咧，誒夾嚟鏡咧是講伊個拎咪真老啊咯，呢是隻隻鏡嘛，呢是因為煮隻是無嗰啲有那特別炒菜咧，你伊鏡尾夾拎嘅時，伊到等咧佢拎嘅曉嘅後尾夾隻位。曉佢叫咩價值？哎，驚掃啊！掃隻把咧個曉到對是落去點喂，落去點喂叉，落去你做啲煎油炸粿才煎落去。是啊，大半都煎木瓜，煎木瓜。แล้วก็เอ้ยว่าก่อนที่ก่อนจะบอกว่าว่าก็จะออกบอกว่าแล้วว่าอย่า等อยู่呀ว่าน่ะสิใจ啦是他在我ถาม有等咯聽到ออกบอกว่าแล้ว應該ใจ是最嘅啦是咁差唔多中東對咪恰恰砰砰乒乓砰呢時啊你聽到歌啊阿姐阿古靈芝你聽到歌啊或者我都唔是冇得聽嚟咩阿哥阿爸讀中東嘅嘛中東啦你聽到歌了，你聽我節目聽到歌了。攞啲整骨。啊，你看人都冇錄家聽啦，我是看到冇錄家。哦，別記講啊，我係地道。你定住你了，我成日笑人好似聽3點鐘，我只聽4點鐘。你有笑我聽是？有啦，我老就是我笑啊。就是往時自己一人聽是，我往時哦，我落一自己冇咩記啊，嗱，往時我往時 before 我post 起嘅時候，往時自己鬼聽過 make sure 看伊，我落到嗰啲物件，往時成日有你位啊，條劇啲或者咩我係知嘛，我幫你聽時，往時自己聽到我自己笑個女往時，就是啊，啊，你是，哎呦，你唔是底線啊，嗰隻你，哎呦，即係是迄個喎，新西蘭嘅喎，新西蘭，西丹嘅新西蘭。Auckland, New Zealand， 新西蘭就是咧。有隻新嘅聽眾咯，新西蘭冇得聽。New Zealand，一個就係新西蘭咧，就是人嘅隻古靈精咯。古靈精一個就新西蘭呢個叫咩名啊？蛋地香。我唔。一個就係食嘅了是啊，就係澳洲嘛個，即是當我講條線，是講到後背夾起你個嘅，你被嘟自己尖咯，叫我尖固嘅地道咧，你都過去即係變成學見到，咁咪會去訂啫。哎呀，別記講嗰時候，佢哋禮拜一冇講，按咗去話 show，變成學見到，咁咪去看啦嚇，去去入邊看小影啊，即係啦，即係隔日布魯叫隻小影就好隻水嘅，一個話對應俾。調住班嘅時候，咩事？我未記住嘅嚟啊！喎，所以一派成日把字除掉，時隔嚟講。呢一時個梁啊，個梁字啊，到住邊嚟嘅就查某只水去看。但係你次高嘅大寶貝看查某去看，次高嘅查某貝看查某去邊看，次高嘅大寶貝看查某就去邊看。次高嘅大寶貝看查某，唔，次高嘅大寶貝看是人大話喺邊看。啊，呢個一個啊，我隻朋友個 FF 又是 FF，JJ 係 FF 未？嚇 JJ confuse 話朋友嚟，我當我朋友嚟啊。
哦，當我看自己個介紹應係啷，哎呦，你試下，即係歡迎各位新嘅聽眾，我哋歡迎一個新嘅牛靈芝，牛靈芝我都係只聽到今日都睇嚟啦，我嚟接駁一路。是啊，你講說，我未一講未講嚟畫面，我就看到一秒就想到是牛靈芝啊嘛，所以我未大喊就未叫嚟聽，就叫嚟講。我只人，我佢就是有個人寫格達布魯啊，即係菜龜樣，咁咧一間介紹啊嘛，呢畫面一間介紹嘛，即係畫面是我只看到一秒我就笑掉啊，牛靈芝。哇，你學我名啊，聲音啊嘛，係啦，光榮，安怎講啊？你講學嘅話，安怎講阿龍？貴 hockey，真 hockey。哦，一隻講樣啫，即係講樣個 hockey。講樣，應該是隻更樣，我唔知對唔對啊？光榮啊，就是講。貴，即係貴影。更樣，貴，即係貴影啦。佢貴影個hockey 啊。啊，歡迎啊！各位聽眾，當我看嗰個新聽眾未記講嘅有個Felista 本是本來嘅人個阿俊個 stone ball 呢個 stone ball， batu ball， 即係 batu ball 那個即係即係我朋友咯 DJ Confuse Relation 個 Selin 係啲 Selin 定住講過啊，而且哇真正啊咯，當今日聽眾個樣嘅話，定個隻阿摩戲啊咯。แล้วคิดช้อนเนี่ยตอนกินก็เขามีหัวเมียก้องก็อาหลงก็บ่มีหัวเมียฮะลูกก็แต่ว่าก้องแล้วตอนนี้สวยขี้อ่ะแล้วดูตอนกินแล้ว轮流啦一人講一道แต่ว่า我咪一人講一聲แล้ว我一拍一聲呢都唔是我拍呢安尼哈我唱一聲咱就換人我讀一聲就換一個人啊那換人你輪流都想到一句畫面就講出來啊咱看咱講個看咱就是條劇對條戲我已經有位你撞領，死講掉，撞嘟，你剛剛有你撞嘟你畢業你赤啊，我就只借啊，我等陣我去夾就等陣。我整副，我係度。我抄時我夾你，我開你，你也別快啦。我講，我先講，OK，來1、2、3，裝start，我 start 先啊。你要教幾句？我要教阿龍要教你，好你點寫笑啫？節喏，啥葡萄乾？蛋糕人。昂都。救命 ！Madonna。我咪說。你幹嘛想出來啊？我冇發現我笑呢，我未發現。聊。金毛膏。學你知。相機。Disco Duck。你家啲搞啊，唔是咩喂？你試啊！我試啊。我唔試對。我講 Disco Duck 啊嘛 ，Disco Duck 啊。超靈異。哦，แล้ว NPC แล้วมี skip ขี้啊，龍冇講過。我啲笑掉過，笑過就未係講過。咩笑？做咩？我知咧。相機。叫我講嘢啊！你講下 ，OK。個水果。劉美斯。嚟，咁樣講啦咪係。我講了啊，搞路啦。但係我是惡都。我跟你講，我這裡朋友不是名惡都。個吉隻魔。唔是盧啦，阿龍啦。我把機。係咪？我把機。嗱，得吉隻魔。魔。殯儀館。鵝魚湯。白骨茶。有3年。深圳吧。你們係搞個最個冰冰米果。
是我看册看了啊，死看想会到刮茶是我朋友名。我知道自己講聽，我這朋友樣學生嗰陣嚟幫辦了，叫我叫聲，我知你咪時常有 step back 你咪 society 嚟叫你出去咯，就叫住來是就叫依家個政府咪要隨住你都講啊，咪叫學生出去啦，依家政府講，是伊講下 OK 叫嚇刮茶嚟，我真係笑，咁我當頂，啷個時候去又就未啦。做開面，一個喎，夠啊，猜點嗎？猜點嗎？係點啊？碰大海，我這裡就衰。我個實係咪？鋪機面，鋪機面，那個又是個機鋪了。夠啊！夠咯！我叫我不是叫未記啊，咩？青泥拜，係咪叫做咩？青泥拜什麼意思？啊？青泥拜老拜啊！哦，青泥拜，青泥嗰時候青咪是其實叫自賣自滿咯，是個有背幾條。人家得得，對，夠啊！scooter 行，你話想未起啊？我本上未記啊。我冇過啊，怎麼講啊？我冇教過啊。包包，包包，我嗰陣時候知阿面嘅節目。我上未記啊。即唔是你先生嘅啦，下面物件冇使住。我是上未記，我身邊我顧住住嘅先。啥時候阿爸，何燕超，哦，下掉咖喱芋頭。玩隻你冇雲吞麵咩啦？冇啊，你上條人嘅講。點上啊？未記啊，上未記啊。咖喱芋頭真係積牙嘅，actually 告訴。做你講我聽講啦。如果說我係有一個人啊，我捌嘅啦，咪講到特別捌啲，伊會變成一邊波嘛。你是面硬嘅呢，我特特是咧叫咖喱芋頭。積牙本來特別咪經常就講。多謝餅，多謝粒掉。對，呢個阿龍你巴你啊咯？就係好似叫我古仔我厝大啲，我厝裏邊叫做無厝頂。冇出丁就是我唔知佢叫無厝頂，咁一巴咁話俾人叫伊。哦我個隻叫冚爸爸，冚爸爸是我不知是啷對聽到我教我個落佢隻數叫做冚爸爸係告訴嘅。係咪一個咩？金鳳機，金鳳機啊？Nancy 或者叫做 Nancy 是我教往四頭卡，往叫 Nancy。有一個，但係我唔知我係我唔捌伊嘅，特別我知伊揾嘅人，伊唔係我嘅。但係這人嘛是有像嘅畫面嘅。基西昂，雞西昂啊，雞西花咯是無啊小料都咩佢看我赤隻看掉。頭啊，頭背，頭喵拜啊！咩頭咩？我那黐咩？伊名是一句啊，咁樣 short 間去三個字嘅。因為我是我中學老師嚟嘅。是啊，個隻蘇瑞嚇，顧住個，麥當勞講嘢啊！有隻 James Bond，掉，一個係對啲筆，切粒波，八波啊！我見頭咯，知道波啊？我沒有了。嗰個我特別姓白記，我沒有了。我們聊來電話。我講一聽就，那是有嘅講下，我那是會落嘅，落一夾出來好啊，落聲啊夾出來好啊。
個撥邊，我撥面，係我我冇啦，我冇啦。啊有啊，你就有。個咩啊？橋令，橋，咁樣是另嘅物件，咁樣。我有錯。個阿利路亞，係咩？係咩阿利嘢？路亞，哈利路亞，阿利路亞，係。金金，就係金金上面哦。唔知。你記定到我唔使講幾回啦，特別我定到小學嘅時候，知道樣講到你有一個金金嘅龜嘅陣時啊，還啊一爆頭嘅啊，一個龜啦，漢都叔叔是唔是？很多金金啊，漢都咁金啊嚇！你冇聽過哦？成日聽鬼乜我？我諗是即 SBM Big Up 是幾年？我是講咩？交就全。哎呦，死見入片，啲啊！這是1903年嚇，你是古靈精嚇，1903年嚇。仲佢阿妹 Q 我畢業，你是青年拜啊你？青年拜啊你？唔是話你幾年？覺得哇攞情你我青年啊！哦，你咩是比我較細漢呐？死㗎咪死啊！哎呀，你個講我老大媽，冇你個講你老。但係我咪是青年拜，你佢講到班尼拜，班年拜啊！你話啊好啦，夠啦，四就這樣，嗰時候等啊，30幾分鐘啊。OK，感謝各位聽眾真留咗，講話聲無去啊。禮拜啊，過嚟學過啦嚇，咱這物件，等我去幫到我物件嚇。OK 啊，禮拜過嚟聽，感謝咱各位收聽啦，是有蝦米物件意見呢？希望邊咧學見到 comment 朋友去訂你嘅意見啊，而家講下流話啦，咁 OK，拜。 ，thank you，拜拜。哎呀死，唔對。